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30章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耶利米安尼讲：所有我对你讲的话，你拢着写伫册卷。上主讲：时日得要到，我要互我受掠的子民以色列甲犹大倒转来，我要互因倒来我赏赐因祖先的土地。因就得到即块土地做产业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以下是上主针对以色列甲犹大讲的话。上主安尼讲：恁有听到恐怖的喊声，只有惊吓，无平安。恁家己去问看卖，调查看卖，查甫人减会生囝。是安怎我看到遮个查甫人双手舔腰，亲像得要生产的查某人，面拢青笋笋。惨啊！迄日是恐怖的日子，从到今毋捌有的日子，是我的子民拄着灾难的日子。毋过因会得到解救，脱离灾难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到迄日，我要降断我子民颔棍的担，掣断目因的锁，因袂阁做外族人的奴隶。因要侍奉上主因的上帝，嘛要服侍我为着因兴起做王的代笔的子孙。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，以色列毋免失志。我要对真远的所在解救你，对你受掠的地解救你的后代。雅各的后代会倒来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，无人会阁互因惊吓。上主安尼宣布：我甲你同在，要解救你，嘛要完全毁灭我赶你去遐个国家。我袂甲你完全消灭，毋过袂当无刑罚你。我要照公义管教你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对錫安的人民讲：你受的伤袂医治，你的空喙真伤重。你受伤害，无人替你辩护，嘛无药通甲你医治。你的爱人拢袂记得你，袂阁来追求你，因为你的罪真重，罪恶真多。我打击你，亲像对敌在拍你，残忍刑罚你。你是安怎？因为你受的伤害，喝休讲，你的痛苦袂医治，因为你的罪真重，罪恶真多，我才安尼对待你。但所有吞灭你的，要受吞灭；你的对敌一个一个，拢要受掠。掠你的要互人掠去，抢你的要成做纳物。虽然人拢讲錫安是受放杀的，无人要插伊，毋过我要医治你的伤，互你的空喙生肉隔皮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安尼讲：看咧，我要互雅各的子孙倒转来。要人民因受毁坏的家园，城画伫原来的土堆顶面重建，宫殿阁起伫原来的所在。遐个子民要发出感谢欢喜的声，我要互因的人口加添，袂减少。互因有尊荣，袂阁受看轻。因的子孙要亲像早前遐尼强盛，因的国家会受我看顾，得到建立。所有压迫因的，我要甲因刑罚。治理因的是因家己的人，因的统治者是因的同胞。
我要互伊亲近我，伊嘛会来亲近我。若毋是安尼，啥人敢来到我面前？上主安尼宣布：恁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恁的上帝。看咧，上主的受气亲像暴风发出，是毁灭的加烈风，要扇歹人的头壳。上主的受气袂消，直到伊的计划完成。伫将来的日子，恁就会明白。